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嚟到讀經計劃第16週嘅星期五啦。我哋今日睇到箴言30章11至23節，同埋約翰福音第12章。箴言呢，我哋繼續睇阿古爾嘅箴言啊吓。咁喺第11節開始咧，就係講到有一宗人，即係有一代新嘅一代咧，係不敬父母嘅，自以為清潔、高傲嘅。嗱，佢哋咧就呢度講到牙如劍，齒如刀，好似牙尖嘴利咁啊，出口傷人嘅，係要吞滅地上嘅困苦人和世間嘅窮乏人啊。嗱，佢點樣吞噬法咧？後邊咧都有詳細講嘅。第15節咧講到螞蟥咧，就係嗰啲嘅 leech 啊，即係好似吸血嗰啲昆蟲啊。有兩個女兒，有啲聖經譯本咧就係兩個吸嘅器官啊嚇 suckers 常說吸啊吸啊，真係好似吸血嗰個吸啊嚇，即係一味喺度啜嚇，係咁樣吞滅地上嘅困苦人同埋窮乏人嘅嚇。咁有3樣不知足，連不説夠的，共有4樣咧，有3有4咧，呢個係希伯來文咧，近古東佢一個幾常用嘅一個文學手法嘅嚇。你睇到第18節又係咁，第21節都係咁嘅，有3樣有4樣咁樣樣嚇。咁呢個最主要就係增加嗰個閱讀性同埋嗰個嘅容易記啦嚇，有說服力啦。咁啊係乜嘢咧？佢講到咩係唔夠咧？就係陰間。第2石胎，石胎就係知不育啊。第3就係浸水不足嘅地方，即係話好口渴嘅沙漠咁好似嚇。第4咧就係嗰個火啊，個火焰啦。咁點解呢4樣係不夠嘅咧？不夠意思就係永遠唔知足，唔夠，唔會休止，你避免唔到嘅啊。包括死亡，個個人都要死噶係嘛？唔會休止嘅嚇，即係唔會話夠嘅。今日有幾多人死咗？過往歷世歷代有幾多人死咗咧？都唔會夠嘅。將來嘅人，個個人都會死嘅嚇。咁呢個不育意思就係你出唔到生命嘅，你做乜都冇效嘅，冇佢辦法嚇。咁樣好乾涸嘅沙漠，浸水不足嘅地，意思即係話嗰個沙漠你倒幾多水落去咧，佢都係索晒落去嘅嚇。最後就係嗰個火焰啦，就係乜都燒晒嘅嚇。你多抌落去咧，佢都燒埋嘅嚇。咁然後跟住第11節咧就係第17節就係回應第11節嗰度講到咧，父母嘅又係點樣係唔敬父母咧？第17節嗰度解釋多啲啦，嬉笑父親，藐視又唔聽從父親。嗱，佢講到佢哋嘅眼睛咧，被烏鴉啄出嚟，為鷹雛所吃喎。意思咧，如果我哋係嘲笑啊、嬉笑父親、藐視父親，係抵死，係受罰嘅，應該嚇。咁跟住後邊又係講到咧，測不透嘅嘢，覺得好奇妙嘅。嗱，弟兄姊妹，我哋第9節咧睇到海陸空同埋人啊嚇，即好似神創造大地咁啊。嗱，先講空中咧，鷹飛行嘅道；地上咧，蛇爬行嘅道；喺海中咧就係船行嘅道。跟住人咧，神最後創造人嘅，人就係男女交合之道。咁呢度有唔同嘅聖經譯本啦，譯做咧係相戀啦，或者相愛啦，就好奇妙嘅男女嘅相愛嚇。咁跟住本應神所創造呢啲係咁美好咁奇妙啊，由海陸空呢個大自然嘅創造，同埋最後神嘅創造嘅高峰就係做人啦，最後第6日嚇做人啦。不過如果我哋唔善用神俾我哋呢個奇妙嘅創造，就好似第20節嘅淫婦啦，唔貞潔，或者喺婚姻嘅約以外有性行為嘅呢個淫婦嘅道咧，就係點樣樣嘅咧？就係做咗行淫而當作冇事嘅，吃了一把嘴一擦即係做咗啦，嘴一擦，我冇行惡乾脆唔肯認啊。咁跟住咧，
第21到23節咧就係講到令人驚奇費解啊，冇期望，好難接受嘅，咁都得，竟然會發生咁嘅事，咁又有4項喎嚇。呢度講到就係嗰啲僕人作王，即係奴隸作王，嗰啲愚頑人咧係吃飽啊，即係好富有，好吃飽，呢度形容好富足。醜惡啊嘅女子出嫁，跟住同埋婢女接續個主母，呢4樣嘢咧係連大地都不能容忍嘅。咁點解咧？嗱，佢呢度呢4樣嘢咧係2個男2項係形容係女嘅，係好平衡好平均嘅。佢講到咧就係一啲本身做奴隸去做咗皇帝係唔相稱嘅。點解咧？因為佢哋係冇呢方面嗰個嘅培養同埋訓練啊，咁突然間做開，佢本身係好無知，好容易咧就係產生一個驕傲同埋濫用權力嘅乜都唔識嘅奴隸，冇接受過教育，冇接受過真係培養訓練，突然間叫佢掌權，佢點樣可以去料理個國家咧？係咪？一啲人去唔使做，唔使學嘢，冇知識，哇！突然間可能佢嘅父母俾佢噶啦嚇，突然間咧有好大筆遺產，突然間咧唔知邊個封咗去做一間公司企業嘅總裁咁樣樣嚇，咁樣樣佢都唔識得去善用佢個崗位，亦都好容易驕傲啊、奢橫啊、自大啊嚇。一個佢自己都唔好好處理自己嘅醜惡嘅女子，佢點樣可以造福個家庭呢？佢自己唔識得處理佢嘅人生，一個醜惡嘅人係只係影響佢自己啫。但係如果出嫁咧，佢就影響埋佢嘅丈夫，同埋影響埋個家庭嘅，所以呢個係唔好嘅。同埋婢女接續主母又係啦，一個婢女佢係本身個婢女點樣取代咗個主母嘅咧？嗱，我哋會諗起舊約聖經創世記咧，夏甲咧就係想取代撒萊啊嚇。咁所以呢度咧箴言講到咧係唔適合嘅，大地都不能容忍嘅嚇。好嗱，弟兄姊妹，我哋而家咧睇下約翰福音第12章。嗱，約翰福音咧個結構咧就係1至12章咧，耶穌係公開講論嘅。跟住第13章，我哋下個星期一開始咧，就係私底下係向啲門徒嘅傾下密偈嘅心底話嘅咁所以咧弟兄姊妹好特別嘅，呢個第12章就係受難週嘅開始啊。雖然我哋咧啱啱過咗復活節嘅公眾假期啊，但係而家咧我哋讀經計劃咧喺約翰福音咧就去到受難週嘅開始啊。第12章首先就係星期六受難週之前，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嗰晚咧，逾越節嘅前6日喺伯大尼咧有個好美麗嘅感恩會啊。嗱，弟兄姊妹，我哋可以睇呢個晚言咧，呢個愛言咧係一個感恩會。形容到3姊弟咧對主耶穌一個好大嘅感激。點解咧？因為3個月之前咧，拉撒路啱啱復活，咁佢咧就去到呢個家庭咧，大後就馬大咧就好落力嘅時候，大家睇下第2節，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呢個真係筵席啊，意思真係好豐富噶。馬大咧就係時候好殷勤嘅時候。而拉撒路就好開心，同主耶穌坐席，不斷嘅向佢述說復活之後佢點樣生活好多謝主耶穌。佢諗住都冇得諗啦，其實都死咗啦。但係耶穌俾佢有個新嘅生命佢喺度好開心，坐席同席嘅人都為咗開心佢都好開心同耶穌講復活之後嘅點樣生活咧？佢哋跟住瑪利亞咧就犀利啦，用真拿達香膏咧就係膏耶穌嘅腳一個充滿香氣、充滿感激之情、歡樂嘅一個晚上。
係一件美事嚟嘅。然而咧就係有人咧就係覺得唔高興啦，就覺得冇周濟窮人。嗱，弟兄姊妹，我哋咧今日要睇睇啦。第7節，耶穌說：由他吧。嗱，耶穌都維護瑪利亞，叫啲門徒唔好對佢生氣啊。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第8節，我哋一齊讀啦。第8節，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點樣珍惜同主耶穌，有主耶穌喺我哋可以服侍嘅一個情況之下呢？我哋能唔能夠把握機會係服侍弟兄姊妹呢？嗱，我哋睇係馬太福音第25章，我哋睇下馬太福音第25章第40節，嗰個綿羊和山羊嘅比喻當中呢，嗰個王回答啲人啊，啲人話：我咩有做過呢啲嘢啊？咁樣樣又俾你食，又俾你喝，俾你住，俾你着咁。主耶穌個王點講呢？喺馬太福音第25章第40節，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好自然會問，睇到約翰福音靈修，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我哋今日點樣珍惜有主耶穌呢？就係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啊，肢體啊，主內嘅弟兄姊妹特別，我哋有冇把握機會服侍弟兄姊妹呢？咁跟住呢，就係好多人見到復活咗嘅拉撒路呢，就有祭司長商議，連沙路就殺了。嗱，呢度講到咧，佢開始係去上次講做從那日起咧，第53節喺上一章，從那日起他們商議要殺耶穌啊。咁呢度咧都係有許多人知道耶穌在哪裏，就來了，不是為耶穌嘅緣故，要睇下佢所復活嘅拉撒路係咪真係復活咗嘅。咁但係祭司都商議咗，連拉撒路都殺啦，所以好些人咧就為拉撒路嘅緣故咧，又翻去見到就係真係信咗，真係復活咗嘅喎，有啲又信咗嚇。好，跟住咧，我哋睇下喺呢個咁美麗嘅感恩呢個筵席之後咧，星期日嘅早上咧，第2天，咁主耶穌就係騎住個驢駒子啊，即係驢 BB 咧，係冇乜力嘅。軟泥奶嘅嚇，咁咧就係進入耶路撒冷啦。咁呢度應驗咗撒迦利亞書9章9節嘅。弟兄姊妹，嗰度點寫咧？錫安的民啊，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啊，應當歡呼。看啊，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着驢，就是騎着驢的駒子。嗱，所以佢唔係騎着馬，係騎着驢。喺撒迦利亞書9章9節預言咗噶啦，就係謙謙和和嘅姿態進入。咁啲人見到咧，就攞住啲棕樹枝迎接佢，話和撒那。嗱，和撒那本來係求救嘅意思，即救我哋啊。但係呢度咧就係後來啲猶太人都用咗嚟稱頌神嘅意思嘅。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咁咧就係。佢係坐住個王騎着驢駒來嘅。第15節呢個講得好清楚，就係撒迦利亞書9章9節應驗咗。第16節都講到啲門徒開頭都唔明嘅，覺得點解平時師傅咧老師出入咧都係好安靜啊嚇，雖然啲人擁護佢，但係唔係好似今日咁虛冚噶喎，真係個咁嘅話。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來應該稱頌。咩事咧？發生咗咩事咧？嗰啲門徒都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之後，佢死咗，佢復活升天之後咧，先想起呢個話係指着他講嘅。佢真係呢個王嚟到啦。嗱，咁喺星期一咧，大家記得啦，佢星期一係潔淨聖殿咧，第一件事之後下晝咧，相信潔淨聖殿之後咧，20節那時。
上來個節，呢個逾越節啊，禮拜嘅人中有幾個希臘人啊，咁啊即係外邦人啦，佢哋來咧係想願意見耶穌嘅，佢哋揾腓力，即係伯賽大嚇，加拿大加利利嘅伯賽大。嗱呢度咧就係都睇到好特別喎，佢哋都會問啲門徒啊，特別門徒當中咧喺加利利嘅伯賽大嘅腓力，咁咧就係問佢我哋想見耶穌啊咁。咁呢個相對嚟講咧，第37節，猶太人仍然不信嘅，他們還是不信他。相對不信嘅猶太人咧，而家竟然啲外邦人有幾個希臘人主動嚟想見耶穌喎，所以耶穌就23節講啦，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啦，終於咧連外邦人咧都願意接受佢想認識佢呢位彌賽亞嚇。咁佢跟住呢度就係再講得好清楚解釋啦。佢將呢個得榮耀嘅時候，佢要經過死亡啊，佢要受死。24節佢解釋點解啦，因為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咧，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所以佢嘅死為要帶嚟我哋嘅生啊，帶嚟全世界嘅人咧，因着佢嘅拯救咧，得到永生啊生命。咁佢都提醒我哋弟兄姊妹，因為咧佢後邊講到咧，就服侍佢嘅人都跟從佢啊嘛。咁點跟從佢法咧？就係佢講到就係如果愛惜自己生命，就會失喪生命；喺世上恨惡自己生命，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就係咁樣跟從佢嘅即係好似主咁唔使怕失去生命反而會得到永生嘅，更加係得到我父必尊重他神係會尊榮係尊重佢嘅。咁跟住好特別喎，天父有聲音喎，大家記唔記得天父曾經公開嘅從天上發過幾多次聲音啊？主耶穌受洗起嚟喺約旦河出水面起嚟，天開了，聖靈降啦，跟住就天上有聲音嘅第一次啊。第二次咧就係喺加利利一座山上邊登山變像嘅時候咧，佢向嗰3個門徒咧就係講這是我嘅愛子，你哋要聽他。嗰個第二次啊，今次咧係受難週啦，最後啦，由耶穌出嚟傳道開始第一次，耶穌傳道緊中途，當佢預言自己要受難嘅時候，喺加利利山係第二次。今次咧耶穌最後一個禮拜啦，星期一，佢同啲門徒講一粒麥子係要死先結出許多子粒來嘅時候咧，呢個喺耶路撒冷第3次，佢公開嘅喺天上有聲音，啲人聽都以為打雷啊，以為有天使同佢講嘢。其實神好清楚講，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咩意思咧？即係佢公開話俾所有人聽，佢個愛子耶穌喺地上一直都係榮耀緊佢，一直都係做緊佢想去做嘅事情。所以佢呢度話我已經榮耀我名啦，你所行嘅神蹟奇事，你所傳嘅道，所講嘅話，已經榮耀了我嘅名啦，還要再榮耀，意思是繼續就係走向十字架嘅道路咁啲人打雷啦，咁30節呢度31節咧講到呢個世界嘅王就係指撒旦要被趕出去因為呢個世界受審判，即係話嗰個人所有嘅罪咧，主耶穌親自嚟承擔啦，喺十字架上手啦，咁以致呢個世界嘅王呢個撒旦唔再可以用人嘅罪去控制人，要人服喺佢嘅權下，所以耶穌嚟咧就係去接受咗呢個審判，所人應得嘅刑罰，耶穌已經承受咗啦，所以撒旦已經再冇權勢啦所以佢個王，世界嘅王係被趕出去，以致個結果就點咧？第32節，萬人歸我
原本所有人係歸服喺撒旦嘅權下嘅，但係當主耶穌喺十字架受釘被受死嘅時候承擔咗罪嘅刑罰贖價，以致人可以得着因信耶穌得着自由咧，就歸向主耶穌啦。咁咧33節講得好清楚啦，佢就係講到佢就點樣死啦。其實主耶穌講得好清楚係佢要被釘啦，係嘛？即係被掛起嘅時候啦，人子。咁但係眾人，你34節睇到咧，其實啲人都仲未知，仲未信嘅。佢都話人子必須被舉起，咁人子係邊個啊？咁佢問喺面前企喺度嗰個就係咯，主耶穌。佢32節講得好清楚，就係我將會被舉起咯。第32節，大家睇唔睇到啊？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32節講到我，即主耶穌話我被舉起來咯。但係點解第34節就係講到啲人會問人子被舉起來，嗰個人子係邊個啊？啲人都聽唔明。咁主耶穌咧繼續講啦，光喺你中間還不多時候，應當趁着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在你哋。咁後邊咧44節咧，主耶穌講得好大聲噶，好清楚噶，你哋信我啦，因為我就係世上嘅光啊。呢個咧就係回應翻8章12節啦。主耶穌有7個我是嘅，第二個我是就係我是世界嘅光。咁第46節呢度12章46節咧，再齊一次講，我到世上來係光，叫信我嘅就唔喺黑暗裏邊，因為你看見父啊。因為你如果信我咧，就唔係睇信我咁簡單啊，而係信那差我來嘅。人看見我就看見我嘅父啦，所以我係光嚟噶，使你哋明白真理，認識天父啊。咁所以佢話光，第35節。趁住喺你們中間不多嘅時候咧，佢就嚟釘十字架啦。呢個受難週啦，就幾日啫，就應當趁住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哋。你哋應該趁着有光，順從這光。第36節，使你哋成為咩咧？光明之子啊！弟兄姊妹，我哋今日信咗耶穌，知唔知我哋嘅身份係光明之子啊？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啦。好特別嘅，弟兄姊妹，我哋進入受難週咧。耶穌星期日好公開嘅，好光榮嘅，騎住個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但喺星期一咧，下晝佢朝頭早潔淨咗聖殿啦，下晝講完咗呢啲說話，講咗佢就嚟受死啦，成咧叫佢啲人信咧，佢就隱藏起嚟。第12章36節同埋12章12節嘅公開入耶路撒冷咧，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啦。一個好公開俾人見，一個就隱藏啦。點解咧？因為佢時候未到啊。佢而家係星期一啫，佢逾越節嗰日去成被釘啊。逾越節晚餐星期4晚之後咧，佢先被捉嘅。所以而家咧，佢呢度隱藏咗。咁跟住咧，第37節，佢雖然喺猶太人面前行咗許多神蹟，可惜咧，啲猶太人仍然都係唔信佢嘅。咁呢度解釋咗個原因啦。嗱，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去思想下，我哋同人傳福音，點解人哋唔信耶穌咧？咁喺呢度咧，引用以賽亞書53章1節同埋6章1同埋5節嘅，就係講到以賽亞先知咧，都講到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嘅膀臂向誰顯露呢？主嘅膀臂意思神嘅大能同埋佢嘅眷顧啊，即係佢招手你哋信我啦，我已經派咗愛子耶穌嚟為你哋受死啦，復活啦，叫嗰啲門徒直到今日嘅基督徒嚟到去到你面前，真係邀請你信耶穌啦，嚟食福聚會啦，嚟午夜場聽福音啦。神嘅膀臂向誰顯露呢？意思點解啲人唔信呢？嗱，第39節講到，他們之不信呢，係因為以賽亞有說喺第6章第10節嗰度講到，主叫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嗱，弟兄姊妹，呢度咧講到
人有自由嘅意志，神係任憑人嘅自由意志，仍然都喺神嘅主權當中，兩者個關係嘅。所以呢度形容咧就係、當人佢硬心，佢睇唔到啊，神就任憑佢讓佢睇唔到，呢個都喺神嘅主權當中嘅。因為若果佢哋肯回轉咧，神一早就醫治咗佢哋啦。嗱，主耶穌已經受死，福音喺度啦。嗱，好多基督徒已經享受緊。嗱，你同我信咗耶穌嘅都享受緊個福音，學習緊去跟隨主。但係好可惜，未信耶穌嘅人咧，佢因着佢自己硬心咧，神就任憑佢哋硬心啊，讓佢哋睇唔見。咁以賽亞自己係點睇咧？第6章1至5節以賽亞書嗰度咧就係講到佢見到耶和華嘅榮耀啊！嗱，我讀俾大家聽啊。當烏西亞王崩的那年，我見主之神啊，坐在高高的寶座上。喺第5節講到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嗱，佢係見到耶和華嘅榮耀啊！第41節喺約翰福音睇翻，以賽亞書因為看見佢嘅榮耀，就指着他說頭先講嘅話啦。咁官長咧聽到主耶穌咁樣講嘅時候咧就有些信他的，但係因為怕法利賽人咧就唔敢承認啦。嗱，第43節又提醒我哋啦。我哋今日愛人嘅榮耀定係愛神嘅榮耀咧？嗱，當時佢哋嗰啲官長咧就係看重人嘅嘉許認同意見咧，係過於神嘅嘉許同埋認同啊。所以我哋敢唔敢公開食飯嘅時候謝禱咧？我哋敢唔敢喺人面前承認係基督徒咧？定係怕唔好意思咧？我哋咧願意表明自己度嘅身份係想討神喜悅啦，定係為咗怕人另一種眼光睇我哋咧而避免咧嚇？你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要定修要反省下啦。咁耶穌44節再大聲嘅講啦，真係信我啦，信我就係信我差我來噶，我係光你哋就唔會喺黑暗見到天父啦。咁嗱，第46同47節之間咧，大家可以諗一個問題嘅，就係咩咧？當耶穌講咗之後，就好似我哋向人傳咗福音咁啦。之後咧，突然間靜晒嘅，我唔信啦，你奈我咩何啊？唔信得唔得啊？係咪耶穌一個好巴閉啊？一定要信你啊？嗱，咁47節咧，耶穌點講咧？若有人聽見我嘅話不遵守，嗱，呢一刻而家我哋都係恩典時代啊，都係唔審判佢，因為耶穌第一次嚟係拯救，我嚟唔係即刻要審判呢個世界啊，係要拯救呢個世界。神嘅命令喺50節講得好清楚，係永生啊。其實神一貫嘅心意喺永恆裏邊，佢做喺創造嘅時候，佢都預定咗人要犯罪，但係佢預備咗救恩。佢本身創造嘅原意都係想同嘅創造物同人咧，係喺永永遠遠裏邊咧係共享嘅，係分享佢嗰種永恆個愛同埋喜樂嘅生命。所以佢派佢愛子耶穌嚟，佢唔係一嚟就係要去審判，而係想拯救嘅。所以今日當我哋傳福音嘅時候，我哋俾人哋俾咗機會啦。佢哋話：我哋唔信係點啊？你奈我何咧？咁樣樣咁，但係末日咧，要記住，主耶穌第2次翻嚟嘅時候就係審判啊！所以我哋今日係有機會嘅時候，真係要把握機會啊！就提醒我哋要珍惜聽福音嘅機會。人生在世日子話唔定唔知幾長，我哋在世。琴日咧就係我姐夫出殯嘅日子啦，我都收咗張相，喺佢出入醫院。我上次翻香港嘅時候咧，我都好耐心喺佢床邊，喺病床同佢傳福音。
咁佢都係好客氣嘅，好講到佢自己啲嘢啦嚇。咁但係咧都冇表明佢係肯信耶穌，所以今日我都唔知道佢信咗耶穌未。但係我今日睇到靈修喺呢個約翰福音第12章尾嘅時候，我都感覺真係我哋今日有機會聽福音，好好珍惜。我哋到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就冇機會㗎啦嚇。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把握機會啦嚇，我哋好好嘅向人傳福音嚇。我哋認識神，唔喺黑暗裏邊走。好，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父，感謝你，讓主耶穌佢真係進入呢個受難週嘅時候，佢對人講嘅説話，我哋今日好清晰嘅再一次聽見。感謝主，佢得到馬大、馬利亞、拉撒路嗰個款待，喺佢進入呢個受難週之前，我相信嗰晚佢係最開心㗎喇，係一件美事嚇，有香膏，又有美食，有愛言，又有好開心嘅傾偈啊！拉撒路又好多謝佢使佢有新嘅生命。當一開始呢個受難週嘅時候咧，又面對翻連希臘人都想見你啦，你覺得時候到啦，但係啲猶太人都係唔信。你提醒，即係佢哋真係要珍惜機會，因為你嚟係拯救嘅。主多謝你，我哋今日食福嘅弟兄姊妹，我哋相信咗你，認識你，願你帶領我哋走光明嘅道路，成為光明之子。都紀念到我哋未信主嘅家人朋友，主願你繼續感動佢哋嘅心。雖然佢哋因着心硬未信，但係主願你親自嘅帶領幫助感動主願你帶領我哋，讓我哋所活出嘅生命都成為一個見證，成為佢哋歸順你嗰個吸引。主願你帶領，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門。好，弟兄姊妹，願祝福大家。